想不到你还肯找我。我们是几十年朋友了，现在好多老朋友都不肯谅解我，简直要把我当仇人打杀了去。也是你倒霉。日本人选中了你，要么死，要么给他们干活。其实没有被选中的人是运气好，不用面临选择。终于有人说句公道话。自从巴河会馆被日本人炸了，我这心里就空了。你知道，我这一辈子都活在巴河会馆里，这会馆没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日本人叫我去帮他们做这个做那个，我没得选择呀，我只是做了熟悉的事，不这样他。我真的不是汉奸，我真的不是汉奸呐，太平。哎，好了，才说，这些都不必说了，懂的都懂。哎，吃点心呢，我自己带来的。叫小凤饼，有些时日没吃了。其实巴河会馆还在的时候，天天有人请我吃饭。这一日三餐就没在家里起过火。现在当面碰上了，都有人请我吃口水。好吃，好吃。以后我再请你吃。这次要请你帮我个忙。我还能帮你的忙？现在开戏，要先送戏本去审查。师妹她自己当开戏师爷，搞了个戏本送了去，可已经很久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又有新规矩了？嗯。送到哪里审查？是省府还是市府？我都能找到人疏通。是日本宪兵报道部。阮培洲呢？我跟他们没有交情的，我现在躲他们都来不及。你就别再害我了，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大点心。我现在老了，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。太平，对不住了。哥，我听外面人骂，说你在卖开药铺的指标。对啊，日本人不让中国人开药店，我就一条接一条接的跟他们谈判，最后还是要出来几个指标。你是在做好事？不然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收钱呢？外面都说你是勾结日本人赚黑心钱。小妹啊。我不想要钱，但收点钱，他们就会觉得不欠我的了。再说了，日本人也不会答应。我想去看下我师傅，我听说他们想开的戏一直开不了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去吧。钱包在桌子上呢吧？啊。需要多少你自己拿。休息一下吧，别太辛苦了。行了，
都到后面去练习吧。是。你去哪了？别的戏班审查起来都很快，我想应该是阮非洲在刁难我们。那能不能先卖戏飞呢？万一不批准，不让开戏，怎么办呢？就一个规规矩矩的戏，我想不出他们有什么刁难的理由。不如问一下立夏，问问什么原因？戏台上那么多忠臣良将、贞洁烈女，都白演了。我知道，我明白。我也演过赵子龙，演过薛平贵，演过黄飞虎，我还演过岳飞呢。但是要开戏呀，不开戏，2座戏院的租金，我拿什么去交啊？广州待不住，我们就离开广州。唉，戏院的租约找不到人接手，戏班每天的花销又不能省，现在连雇车租船的盘缠都拿不出来呀。那也不能去找陈立夏，我死都不答应。那我再求求人吧。一个的，躲开，一个，这个是。不准。有没有说为什么不准？那就算要改，也得知道错在哪呀。错在我们不听他摆布。那也得给一个拒绝的理由啊。这还难找吗？这是哪来的这种下流小调？赶紧扔了，污了眼。恰恰相反，这是时下广播电台最热播的歌曲，也是当下最流行、最时尚的歌曲。我认为这种有爱的氛围啊，最能代表现在的广州。是送错了，正好拜托你带回去。哦，你们送审的戏本被拒了，我来指点一下迷津。那太好了。你们的问题呀，就是脱离了现实。写什么才子佳人啊？这跟广州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古代故事，那也要跟现实有联系啊。你们可以以古喻今，以古讽今，都可以。做不到以上这一点，不予通过。那我们就换个戏。不用，这不是有现成的素材吗？我认为啊，可以把这段充满民间温情、最能代表广州的歌曲加进去，那就可以通过。这不行啊，不搭调的。张师傅脑当外行了，忘了我在报馆做了多少年了。你们粤剧不是最讲究海纳百川吗？你们既能用小号萨克斯做伴奏，也可以用电影做背景，就可以把这首歌加进去。那也不能用这种下流小调。你听到的是下流，而我听到的是热情。我说融合，就得融合。
越剧角色正邪中间分得很清楚，正印武生、小武、小生，力不演奸细。如果要唱这种下流小调，我宁可解散戏班，也不做有辱华光祖师爷的事。我仁至义尽，你们求仁得仁也好，不送。其实你不用过来，我能应付。我知道你舍不得这，有舍才有得，我看得开。可能小金更舍不得，这里是他带着一票人抢回来的。他早就不在意这戏台了。人各有志啊。不过说来也怪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你说他怎么就会有了比戏台更大的念想，还不顾生死的扑进去折腾？可这是你的念想。对，我有2个念想，一是有一个自己的戏台，不用餐风饮露的在野地里唱到天亮。2是有你。后来2个念想都实现了，人生圆满了。结果，日本人的飞机炸弹来了。是我太强硬，害得你没了戏台。要是不守那么多规矩，也许你不会失去那么多。你怪我吗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戏台一搭，8方来听，1方凡人，7方鬼神。就算台下1个观众都没有，也要唱下去。
龙哎，王水平贵在马上，今夕结相配了，我得话三姐。是吃的东西，谁送的？不知道，咱们先拿回去。先拿回去。庆贺堂送上红叶堆花60年陈皮一筐，祝贾老板生意兴隆，济世救人，万家生福。纯草园送上红叶堆花鹿茸30斤，贺贾老板永隆大业，昌裕后人。同康大药房送上桐叶堆花100年老参参2只，贺贾老板开业大吉，恒心祝恒业，龙德享龙名。南路药房送上桐叶堆花灵芝2盒，天麻7两，龙涎香1块，麝香3两，燕窝2盒。狗汉奸！怎么不去死？做乜嘢啊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好多人喎！走！想喐手啊！小老板，东西我给你送过来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生意兴隆。哎，汉奸嚟！哎，陈老板留步。走啊！不敢劳动陈老板，这些桐叶堆花，还请带回去吧。不懂规矩了吧？红叶堆花是给你撑场面的，照理说你明天要亲自给我送回去。陈老板，贾某人不想与陈老板有同业之意，还是请你带回去吧。明天你送不送回去，谁知道啊？你给了我多少钱，我给你上了多少钱的货。没有我，你这药房开得起来吗？
这些药材你要是不想要，趁早烧了。还有你，你们家的店是日本人抢去的，你要想泼热水、泼消姜水，你找日本人去。如果没这胆量，凑点钱来找我，我给你找个地方开个药房，明白了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好了。走了。贾老板洁身自好，勇气可嘉呀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还有脸来做行业对话，给他扔出去。算了，这种人还是别得罪了，先留下吧。哎，来，黄老板这边请，请这边请。哎，你喜欢吃的菜啊，今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好，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？好嘞。我要打包翻去俾我老师下先得。东家，咱们的客流量差不多天天都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好啊，咱们这个香港广州大酒家火了啊！是，多亏了陈卫啊。东家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每到上课的时候，陈卫都会换上正装，亲自到门口去迎客。哦，这不是你的做派吗？找到衣钵传人啦！哎呀，有陈卫在，我可以安享晚年了。哦，安享晚年呐，你做梦去吧！我今天过来找你，就是要跟你谈这件事情啊。待会儿陈卫忙完以后，你让他过来见面啊。这小子当着我的面切脚趾头，他惊吓到我了，我一定要罚他喝杯酒。好，咱们这料做的稍微要快一点啊，师傅。哦。这是你们二位的，慢用啊。这是给那6号桌的啊，快点。这是那2桌的客人，慢点啊。好嘞，我帮你们装过去。忙完了，东家一直在等你呢。等的酒好啊，等得越久，那就说明咱们的生意越兴旺啊！东家，我没能守住广州大酒家，所以我一直没脸见你。阿伟啊，来坐下，坐下，咱们说说话。那怎么能怪你呢？就算是我留在广州，也保不住啊。世道艰难呐。何况你来到香港以后，还救活了咱们香港的这间店呢啊！东家，照你这么一说，接下来该我说抱歉了。哎，一家人不开玩笑了啊！阿伟啊，我刚才跟黄师傅商量过了，我们打算再开一间新店，想请你去做新店的主厨，你看怎么样？东家这是在栽培你，我乐见其成。你有所成就，我也风光啊！首先，我特别感谢东家的好意，还有黄师傅的举荐，能为咱们广州大酒家效力，我非常的愿意。但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夙愿未了。还有什么夙愿？我想回广州，把广州大酒家拿回来。阿伟啊，有心了。不过广州大酒家被抢，我从来就没有责怪过你。东家，我不是怕您责怪，是我心中一直过不去这道坎儿。不是有一句唱词这么唱的吗？
国破山河在，有山河就有希望，希望不灭，山河不破，拿回广州大酒家就是我的期望。阿卫，你不用着急。再说，眼下这个局面你也拿不回来呀。我支持你守着这个希望啊！我也希望我们每一间广州大酒家都能够秉持我们饮和食德的理念，饮要和谐，食应道德，心底无私，眼怀希望。来，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啊，洋仔。哇，今天有米吃啊？哪里来的？怎么了？有人送来了大米，还有腊肉，我们做了想吃，但是师傅他不让。谁送的？这么好心？不知道，就放在戏院门口了。哦。是谁落在咱们门口了吧？有人找过来没有？算一下多少钱，赔给人家吧。这都做成熟饭了。是陈丽夏送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听声音，好像是丽夏师姐。哦，那你们快吃吧，不要辜负了师姐一片好心。放心吧。你们师傅不会怪罪的，快吃吧。哎呀，都已经煮熟了，不吃啊？到了它吗？现在有口大米吃，多不容易啊！快吃，快吃。我是班主，我命令你们拿起筷子吃饭。吃饭。赶紧赶紧吃饭，来来来。好香啊！来吃。没事没事，快点吃快点吃，不用留饭了，快点吃啊！好，这大地没有啊，没给我都有啊。蔡叔死了，吊死了3、4天，也没人知道。发现的时候，人都臭了。为了审查戏本的事，我偷偷的去找过他，没跟你说，怕你生气。他没帮忙，说怕见阮非洲，真的怕，手都在抖啊。没几天就自杀了。不知道跟我去找他有没有关系？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心里难受。一个熟人，半辈子的朋友，前几天还活生生的说话聊天，一转眼就阴阳两隔。我觉得就跟假的一样。这几年，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。是啊，瑞山就死在我们面前。一个身体那么棒的武生，虚荣、偷懒，还嘴馋，一身我不喜欢的毛病。可是他不该死啊！所以我就想啊，我们是不是不要太苛责了？谁活着都不容易。我没苛责。那你气什么？气大家没跟你说就把生米煮成熟饭？跟你说了，你会让他们煮吗？
他们就缺这碗饭吗？已经2个月没吃过米了，缺的也不是一碗米，是份希望。谁要是受不了，可以走。誓约，我随时退还给他。有本事的早就走了，剩下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不用饿死，有责任让他们看到希望。不是我们的错，是这个世道不好，所以不要苛责别人，也不要苛责自己。我是气陈立夏，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来？对，我也气啊，他就不能给我带瓶酒来吗？这要是小金，他一定忘不了。哼！你怎么了？不是，又怎么了？徐老板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呐！你别靠近我。怎么了这？你们都站这干什么呢？干活去。郑老板，你有钱吗？钱总是有一点的。怎么了，徐老板？你需要钱呢？当初我们合股做生意，南路药房是我的股本，没想到现在连日本人都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啊！好，我惹不起啊，我走。你有钱呢，就把它都买下来吧。那我没钱。那，你走也行，我出钱买你的股本，还我的药房一片干净。我不卖。不是，我们已经不能合伙做生意了，买股本卖股本，你总得选一样吧？我不卖，我也不选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。不是，你想让我拱手相让啊？哎呦，那只能笑纳了。呸！你怎么变成了这样的厚颜无耻之人？兴许我之前就这样，您千万别生气。您这身体啊，大不如前了，气大伤身。别忘了，你那颗100年的葫芦丹没了。好，我的医书呢？还我！什么医书？我大半辈子搜集的医书1200册，飞机轰炸的时候，我让你替我保管的呀。你就继续放在我这儿吧。乡下条件差，那些书跟着你走了，那寿命都得短一截，我不能毁了他们。你是要铁了心的吞掉呗？那是全中国的财富，不属于某一个人，你不能私藏。陈山河，你还真是跟你的日本主子学会了啊！侵略不叫侵略啊，叫进入；占领不叫占领，叫共存共荣。霸占我的医书是替我保管，狗屁！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好，那咱就手底下见真章。那要是打出个好点来，我不负责任啊！哼！先说好了，如果你输了，你的那些医书就归我了。龙泉许南路。我们的饭菜还可口吗？这鸭掌特别好吃。非常美。我等一下再送你一道菜。好，谢谢啊。陈山河这个汉奸一定不得好死。小点声。怕什么？这是在香港，我就要说，他原本还算个人物，可他抢了人家徐南路的产业，霸占了人家托他保管的医书，徐南路来讨要，还把人家打伤了，这个汉奸。少说2句，喝酒。我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。方才2位提到的可是广府的陈山河呀？就是陈山河这个汉奸，大汉奸。他是我大哥。我等一下再送你们一道菜。我就让你小点声，祸从口出啊你！
我相信大哥不是那种人，不会贪图别人的钱财，也不会因为惧怕日本人而成为他们的走狗。大哥，二哥说你是走狗。哎呀，真把你乐的呀！他骂我不等于骂你一样吗？要不然我们给他回封信吧，不然他也不踏实。好啊，你去拿纸，你写，我说。武帝见字如面，你这条走狗的弟弟啊，听说在香港打开一番天地，我跟小妹都很高兴。你切切要安心在香港打拼，为我和小妹留一个出路。广州巨大不易，我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离开。若能去香港，我们陈家兄妹可以各凭本领，在香港打开一个局面，甚至安家在那边，娶妻生子，开枝散叶，爸爸妈妈泉下有知，归心为的。跟徐南路的事情有谣传的成分，但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有意放出去的。我想让大家知道，徐南路那批数目巨大的医学藏书已经尽在我的手里了。这样的好处是，我再推出新药，就可以假托是从这批医书里勾陈出来的。老百姓信这个，老百姓需要一个故事，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故事。大哥，小妹，见字如面。我对大哥很失望，为了挣钱就可以不择手段了吗？以前觉得你是一座山，现在看就是个土丘，遇到风雨就成了烂泥。我师父说过，做人要清清白白。大哥，千万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给我和小妹做个榜样吧。沙河，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我也不清楚。邝庆奎一直想置我于死地，你说会不会是他？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让游击队给他们带个话。算了，咱们俩的事儿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哎呀，沙河，乱世之中啊，守住正直的本心不容易。你说你啊，你非要跟我演那么一出戏，靠自无存身。就算你做了更多的好事儿，那别人也不会理解呀。哎呀，往后啊，你可要千万小心啊！很多人跟我说，饿死是小，世界是大，那让他们试试。现在不是我一个人饿死的事儿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失戒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药我们都收到了。陈山河差点被刺杀，你干的？说啥呢？搁这儿讹人呐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原本以为日中两国医药界能够共存共荣，共同创造财富呢。中国人的财神呐是关羽和赵公明，都是将军，能打能杀的，可见这商场如沙场。
中国人呢还讲究一句话，叫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所以这商场上啊，必须得给我躺下一个。中国的财神也有比干和范蠡。对，文财神嘛。但你说那俩，结果都不太好，有一个被抛了心了，还有一个干啥去了？哎，你不用管他干啥去了，肯定让人整死了。所以这商场上啊，只能是有我没你。好吧，我答应过你，不干涉，不过问，但是我要的共存共荣局面不得破坏。会有你要的共存共荣的，啊。